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牛天。今日嘅節目啊，愛同大家共下來欣賞2019年後生文學獎得獎嘅作品。哇！呢幾年嗬，大家是請關注，因為呢每一項呢得獎嘅呢作品都係非常優秀嘅哦。今日喺節目當中係來自呢客家市優先佳作韓國小品文優先嘅呢作者，你實實嚟分享佢哋。首先嚟分享呢客家市呢優先嘅得主鍾建明熙，分享明熙。大家好，我係鍾建明熙，基本都分享了都也分享我嘅作品。分享，你特別就係投稿就要得獎錯冇？哇！再一次分享明熙。接下來呢，兩位呢係客家市嘅佳作來分享詠春。大家好，我係詠春，很高興來到這邊跟大家分享，謝謝。分享，等下來談詠春幾個，佢主要是研究市嘅倆問題，來談佢用半年老倆研究變現實際，透過韓國做得獎哦。接下來分享的係小品文嘅優先，來分享人得準，分享得準。大家好，我係得準啊，很高興今天有機會來這邊，分享我的創作理念。對，哇，再次分享三位，從 Rita 看到明熙是啲講咧，你節目嘅好朋友，因為呢特別有機會嗬，得獎是為來上節目來分享新嘅想法噃嗬。你一擺有冇一個月投稿，有一個得獎咧？有想法就去投看啊，各位平常時有寫一些東西，冇投咩不用都給冇人看啊。講得都好，係啊，因為我發覺講明熙有寫冇共用嘅問題，之前講係講散文啊，也係其他人都有寫呢，一擺係客家市，一擺就搶客家市係因為經驗較無限啊。做些較無限，我就到客家電視做些個去年有新的節目都做，我就冇辦法寫咁多。就像講冇就寫客家市的部分就好，個我平常時沒有寫一些咧累積自家就係東西都給片。你講吼寫東西該是時常寫，時常不是就來寫安尼累積，人嘅靈感，也係講創作嘅安尼能量。是要慢慢的來培養，知道真嘅安尼冇？我知道就按不下上多就加加容易來寫。哦，就唔係水木咧。我卡位都按不下，按比咧太教當中就安尼按不下。年輕下來，因為你嘅時頭愛做些啊，冇買自家嘅時間啊。可能有時候係有當場嘅時間，自家有一些想法，唔過冇辦法一下寫出來，而有一些時間講。我動點心的時間，上到乜間，我就天天嚟攞佢寫出來。這對你來講，你知道每一個題材哈，出真簡單係冇？因為我看你每一項題材都有寫過，寫出有得到評審欣賞嘅肯定呢。我喺平常時就看朋友用嚟寫，我自家其實冇按清楚講有問題有乜個上動態嘅偵查。就會講可能思考多啊，思考少啊，我就下課啊，各位就投課呢，看現場會讓我講嘛，咁我就慢慢的學習。哦，係哈，所以多看拍攝人的作品咧，係當好嘅學習吧，多看看，多涉獵不一樣的東西啊，別人的優選的作品、得獎的作品就是最好的養分哦。今日咧新朋友第一次參加比賽，體育擺來投稿。就得到佳作，客家市哦。但是我知道，好像平常客語對你來說其實是有一些距離的。好，不過呢，詠春你寫誒客家市地圖，當客家誒，非常地道的客家詞彙，和 TPS 啊，全部係海陸腔，係用海陸腔來寫。怎麼樣可以鑽研得這麼深入？其實我在寫這一首的時候，其實我花了很久的功夫去寫。那我記得那時候課那個就是我們後生文學獎的簡章出來的時候，其實大概是5月多出來。那出來了之後，我就有注意到，然後那時候就想說好，我要開始準備。但是因為必須講我的客語就是其實非常的糙，然後就是包含說我有去研究那個。徐耀全老師的那個客語手詞典，然後跟比如說客委會他們的那個客語詞典這樣子，然後我就一句一句，因為詩其實很講究音律跟節奏，所以我就一句一句，然後
去问我舅舅，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去问，比如说我的朋友，然后就是他是客家人，然后他们家是真的有在就是常会讲这样子，然后去一个字一个字去修，前后大概修了8、9个月，因为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最后8、9个版本，因为我记得最后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最后截稿的时间它有延长。然后我原本想说我要来不及了，就好险最后的时候还有一点时间可以把它完成这样。哇，赶紧动绕 Q 哎，可以修8、9个版本哦，没动年纪呢，因为刚才讲到诗需要有那个韵律感，那个语韵哦。刚刚你自家在写做乜个贴片头系海陆腔，特别定调为海陆腔。其实是因为说，就我的阿婆。他就是正常来说，我家其实应该是就是最早的时候从梅县那边过来，然后是后来有在杨梅，那最后的时候才到宜兰的双连埤，然后圆山这边定居。那但是因为其实我的就是阿公很早他就过世了，那阿婆其实也是蛮早就过世，但是问题是因为阿婆的关系，他好像是讲海陆腔，那舅舅他们其实比较熟悉的是海陆腔，所以我后来跟他们去就是聊天聊我们家的一些。经过的时候，就会就是下意识的就带入海陆腔的东西。你是系老一家接近的文化，就接近自己的文化。讲媒体，它对于每一个题材，其实它就是有感觉，有那个 feel 啊。多看别人的，累积成你的底蕴啊。我第一讲永圈，你是专门在研究诗这样的题材，是吗？对，就是我现在是在东华大学的华文研究所，然后那我的创作方向就是最主要是写现代诗。对，那其实我算是就是最后面这1、2年才开始就是专心研究诗。那其实我蛮感谢徐文威教授跟张宝云教授，我觉得他们打开了我的诗的就是诗的感触，然后或者是对于诗的想法都有很不同的感触，就是不同的想法这样子。那就是我觉得这一次，比如说得奖，也是因为他们让我有重新的对于诗的了解，才有办法说就是写出这样的作品。谈起来要进入嘅文学嘅世界哦。我喺小行要那俩全部哦，刚才你讲到全部俩话题嘅时间，用钱是让媒体讲，我要讲你今天得奖嘅作品全部哦，所以今每走动都共口哦。被调查，互相欣赏，互相嘅欣赏啊。伫两个念一社团本题噶。谈吼，做卖讲，虽然佢唔係思想用行業，唔過佢為到你做嘅動作會挑戰。我哋念一段，好，水板會走咧，小小嘅拍殼，天地界路口，幫頭腰比山上喊啊先，喊啊喊，喊啊呢，仆菜圈前出兩骨，昂昂嘅眾人們出下，看水天，聖念十鼓，上念十鼓，文互通。哇，你看成为动物画面哈，好像这个田里满满的石头沾了黑糖，到底系乜嘅意思哈？你看贵片看睇，还有啲翻譯解釋，本大家自家來品味一下。所以兩位其實對寫作哈，無論係讀書啊，也係平常時自家好。咁撒下來了解係你的為了，冇窮用嘅兩位，沒有跟你們厮殺的，他是小品文的得主。係得準呢，我看你平時你係來教是教文化課程的老師耶。对啊，就是到各个国小去帶小朋友體驗一些客家的文化，然後做一些宣傳的演出，然後吸引小朋友對於客家文化或者講客家話的一些興趣。那你自己跟客家之間的關係呢？我媽媽是客家人，對，但是也是在家裡，她不會，平常不會講客家話的狀況，那就在講電話的時候會跟，就是她姐姐們就是講話，在講的時候會聽到客家話。那你聽得懂他們講的秘密嗎？從語氣聽得出來在罵我們。哎呦你呢？對，就在抱怨我們啊，或者是什麼的。哦，了解呢，在專業小品文得到優選哦，是一個很棒很棒的肯定哦。咁你自己在你作品地圖啊，寫你的主題哦，你覺得你特別琢磨在客家是哪裡？其實我那時候有沒有想的是，客家人的某一種。客氣的東西，然後，所以我其實一開始想要寫的是我媽媽對於周遭的人，她對我自己的叮嚀就是盡量的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先當客人，那你久了你才能夠把那邊當作家，好，
那所以我想要用这种方式来诠释一个新的客家的概念。但是写着写着，我就在思考，那到底为什么我妈妈会这个样子？然后才变成现在写成我妈妈，在她娘家的时候，她其实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像客人的存在。那这也是因为他们家小孩太多了，然后所有的资源呢，外公的资源都放在舅舅跟小舅舅身上。那这可以想象啦，但是就是像我妈妈他们就比较没有获得太多的资源，那他们就要自己出来，可能找一个人嫁了，然后就把那个家照顾好，可是同时还要再回去照顾家。对，然后这个东西就是我突然写就想要写这一块，然后越挖越深，就发现好像挖到自己了，就挖到自己了。对，刚才在阵讲到真神奇哦，等下倒转来继续同你分享，到底做音客吼，又係輕音不卡做客，一到底佢啲對埋關聯，聊一下技術進入復起來咧。大家進到復起來咧，家下呢 Rita 喺個談到了3位來賓分享嘅食材指導，每3人的作品都非常有特色的。剛才在陣講到媽媽懂客氣，媽媽真的很客氣啊。無論你的辦到哪位，媽媽總是很多朋友，人緣很好。我哋呢作品地都看到媽媽真的很會做菜，尤其你講了滷的東西醃製的東西，她很大方，對不對？會送給鄰居。對，他一次都做很大量的份，然後所以就是可能一個大的保鮮盒這樣子的滷豆乾啊，或者是牛腱啊，對，然後或者是像是外省菜叫燒蹄膀，就是用蒸的那種蹄膀。爸爸愛吃的。就是我奶奶教他的，對，然後所以我小時候一直以為那個是客家菜。對，然後其實後來發現那其實是外省菜。對，那可是就是原本我的作品是想要寫這個，從這個地方切入，可是我發現寫着寫着字數就不夠，對，然後所以還回過頭來去想，就是我怎麼樣去寫更重要的東西，比如說我跟媽媽之間的那些事情，對。所以媽媽從這個食物，從寫的東西，好像開啟她跟人之間的溝通。該到將來電頭下頭之家，好像跟媽媽有一些拉扯，有一些衝突，才終於打開天窗說亮話。對，就是那一次終於有機會可以好好的聊一些過去發生的事情，或者是我們彼此都在報喜不報憂的那一些東西。那可是報喜不報憂的問題，就到最後就變成說，很多東西你沒有辦法講出來，很多東西無法傳遞，然後變得疏離。所以其實某種程度上面，我覺得我媽媽在娘家是在當客人，我覺得我在自己的家裡面好像在當客人，有點想要扮演一個好的角色，一個好兒子，或者是不要製造麻煩這樣子的一個角色。那可是怎麼樣可以跨過這個，不是我在寫完之後我可以解決的問題，那只是我寫着寫着就把它當作是一個問題問出來，那也不知道會怎麼回應自己，但是就當先是一個記錄在作品裡。剛才在陣講嘅時間，而且每3人都想來符合別人的期待，我們都很期待說，我們是不是在別人眼中成為那個 perfect 的人？所以做人的榜樣，做人的熱愛，做人的子女，好像我們在每個角色裡面都這樣子。那看到咧，在陣的作品地都是談到講，好像你就決定繼續承襲媽媽的美德，繼續客氣。那在這個客氣當中，找尋自己的道路。所以你提到客氣，它是一個很棒的文化嗎？其實我沒有辦法下定論，就是它某些時候它是好的，幫助了我一些事情，那有些時候又變得是我沒有辦法跟人走得更親近。對，那這東西當然也是我的一個很大的課題。那真的要這樣客氣嗎？就是看着媽媽她在家裡面經歷的事情，其實也會覺得她好像也不是那麼開心，但是的確會在那邊有一些好處，就是鄰居會覺得我們是一群我們家是很好的家庭，然後在家族之間的相處上面也會是稍微有點和樂融融的，但是又不是那麼的真誠。那東西的界限是什麼？其實我不知道，所以說得好嗎？我不知道，就是比較壓抑一點，會壓抑，對，也有負面的，也有正面的。對。
我第一个妈妈现在比较敢做自己了，所以就变得好快乐哦。她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模范，不宜来参考。对啊，就是现在她有比较愿意说一点话，那就是会比较看到她比较开心一点。对，那可能也是因为家里面的有一些变化，所以导致她愿意多说一点话，也可能是年纪到了，她已经觉得不要再忍耐下去的那个年纪了，可能身体的病痛啊。或者是有点力不从心，可能要做些事情就不像以前那么利索，所以他就会比较愿意说一些他可能需要人照顾，或者是需要人去看看他、关心他这样子的话。比较愿意敞开自己了。透过了下之后，德俊也会找到一个觉得自己很舒服的道路。好，走得走这个。希望。K 台记忆还有调出了一个作品，大家可以看到哦，德俊有不一样的改变了，因为作品会反映你的状态跟心境嘛，哈。东好，恭喜恭喜！你摆透过是得到安好的了心境的。讲真的了，哈嘎是吼，每起你的作品，你散步的作品，都是以女性为一个很重要的基底哦。刚刚有讨亚用全嘅作品，也我有请每起同大家来讨一下人嘅事，要不要得到有限嘅哇？唐人名嘅吼，就知道有得嘅。叛逆，也讲有的东西，咩东西我讲嘅话就对啊，实地度。好，我是我并唔想变种硬拍、限制、落皮、写药嘅，连暗头5点张转都无下，小童空间内一出的嘅，无真正预告家门，唔咩係，我唔会注释，唔会唔晓三色。唔是几多种花草嘅名嘅，唔是结婚咩唔怕，唔想爱变种，唔过唔想变种爱做自由嘅人。哇！我看人嘅事业都很盼的，首先啦哈，中秋有戏团，咩去头团忙嘢嘛，头团就讲早上5点就去小貨啊。跑路牌的呀，挨班啊，也得吼，又當場大做紅場，日頭冇買出來，人家就要開始做事，嗰種當日常嘅生活，不過真有問題。我講到吼，做田寫嘅，你寫到當仔細呢，我發覺到擺得獎嘅作品，你寫不卡，阿公阿婆佢都會寫頭吼，寫到當意思，不過你唔曉得做散寫。意思是的啦，你都寫，咩唔是幾多種花草嘅名誒，就當快樂做自家。我肯定對有真多期望係冇。我知道係我係青苔嘅聲音咧，又係農家子弟，不過我肯定冇動家本來去上紅做事。哦，希望你讀書啊？希望我讀書，結果我讀好書又希望我結婚，係冇。就係我會知道講覺得唔判定我去做善事，我知道講我就係青苔嘅咧，我想要本來去讀書，去到較遠嘅地方。唔是嗰種來做按辛苦嘅事情，不過新冠度又會想講，哎，我一生人當初冇會做嘛，我係唔判定你按辛苦，不過又希望講，喺講做第一生人接上歸來，接上做到不卡按你結婚啦嚇。係啊，我注意下翻按顯好咩動畫按嘅。按你係哦，就講講，哎呀，我做飯，所以老婆係咪咬死啊你？係啊。我要照顧自家。我簽名機簽名團講，伊唔想愛變做你，唔過伊想變做愛做自由嘅人。哇！我看到一自由兩件事，我想到可能嘅送一批啊，送批阿公阿婆佢度，可能佢無法度限制環境，而且做得按嚟做，將做得落實。我阿婆係當後生就結婚，佢犧牲一生就做阿婆，係第一生嘅。哇！古時候佢後生嘅時節真見動苦，動作啊，動作，馬家就做，佢大擺就讓人講佢動苦，就係本來感覺講係當幸福咁樣。係，嗰個去年嘅時節，覺得就係阿公阿婆一出希望係做得有對象，做得有結婚，阿婆係菜地前有名，就係媒人婆咁樣。哎呦，紅娘婆做錯咧，反正就是做得。做上做對，就嗌孫嘅講唔出嚟那種感覺。哎呀，你會青苔冇？青苔，搞到喊去算命，有件事情
去算命个，伊出门来讲有想要结婚无安尼，只都讲可能老诶，我底下就迄囝仔老以后无人平安，无人照顾。毋过我算阿婆迄伊只激动矛盾都给他心肝度，因为佢哋结婚同久，佢哋要照顧老人家，又要照顧自家嘅人嘅班，又要照顧生人咧，佢明明就安尼苦下來嘅。本人家真勁吼，愛為到家庭做動到嘅犧牲啊。嗰時候我知道佢心肝度希望我做得同幸福有自家嘅自由，唔過又希望講我老以後有人照顧，佢一出都心理拉扯，唔過又唔敢讓我講安樣。啊，真好吼，迄遇到一個又想你又愛你，某個事情為你做偏偏，唔某個事情唔是做安尼就完美咧。跟住阿公阿婆聽聽啦，係啊，就係無安尼十全十美啦吼，也係客家父母一個欣賞吼。個也講到楊泉嘅作品，呢度咪講到阿婆，咪係講到阿婆，個阿婆很強哦，咪係咧也是很能幹的阿婆。後來好像。後來你有一個伏筆，你水板豆大係喊也係甜，好像訴說你對他是一個思念嗎？其實我的就是阿婆的部分的話，我先說水板，因為水板其實是因為我自己喜歡吃啊，我喜歡吃甜的。雖然說裡面的伏筆是就是鹹的還是甜的，但是我自己喜歡吃甜的。那阿婆的話，她其實在我很小的時候就過世了。那我對她印象的話，一直只有留在說，小時候我會在神明桌下面玩，然後在下面玩的時候，她就會講說，孫兒。然後起帆，這樣類似像這樣，然後他就會對我招手。對，但是雖然我發音可能不太標準，但是然後他就會手上就握那個，就是他其實那時候就已經不太能站，然後他就會握着小糖果，然後我過去的時候，他就會給我這樣子。所以很疼你耶，對，就是那時候，然後我對他的印象就一直是這樣子，對啊。然後裡面提到說還老院是，其實這部分就是真實的，就是我聽就是講說他們以前他們年輕的時候，阿婆就會出去，然後去幫忙，那幫忙回來的時候就會。就是扛東西回來這樣子，然後所以他們就會有口福可以吃。哦，對啊。所以咧，地圖要當到係情感地寫啲文章地圖啊，等下到咗嚟繼續談三位，記得啲故事背後，到底記得講幾多內心乜嘅當到係感動呢？所有朋友轉到福氣來咧，你今日咧三位來賓啊，2019年後生文學獎客家史老小品文嘅得主再次分享三位，兩位 Rita 而強調三位哦，今天來到節目當中，大家這麼愛好文學，愛好寫創作，有乜嘅做得推薦本，你嘅觀眾朋友，你都喜歡嘅書咪好？我會推薦2本，第一本係楊雙子嘅《花開時節》。佢係像日子石頭嘅世界，細妹老細妹之間嘅情感，嗰個叫做環境石頭下細妹動到嘅不得已啦，嘛解。有啲當場新片嘅話題，特別用五星為出發嘅安尼。唔過佢動好套，因為佢係小說，太監研究做得開。當場看故事安尼。然後一本係有一隻美國嘅作家人都真雅閣，有一本書人都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也係講到45年頭嘅時節，美國同好就去台北嘅啊，有高速公路安樣，唔過佢吃到一東西會破壞呢環境，就是我們人與人之間在小巷子內的那種情感與文化會因為它而被打破。哦，我非常有感覺。對，然後那個城市蓋的那個人剛好是男性，所以它呈現一個很強烈的對比。每次都大家都在看一下。哦，當神奇哦！也沒講到時代嘅變遷，個男性同女性看事情冇同樣嘅角度。很多基本都一下很多發生嘅事情，台灣咪係啊？我知道也推薦用本書哦，當符合時代嘅潮流，個咩要當到係講到文化之間冇同文化用嘅夾強下。
用本大家接触，就会用历史去看一下。哦，要当初唔写嘅作品呢，有关注嘅话题，错嘛？哇，动赞。嘅用泉呢，你会推荐乜嘅书？问大家看一下，你推荐的。我推荐的书是一个我的学长曾桂林他的《人间动物园》，然后这一本的话是一本诗集。那它最主要的话，其实它在里面书写了很多对于情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然后他用了很多的动物、鱼族、象族，然后去做很多的陈述这样子。那其中有一段的话，我自己读到，我觉得非常的有味道。他那首诗叫做《对应之物》，那我小小的念一下最后一段。好，他说：“这座城市人在阳睡，被醒来的人分血，下一个担忧的议题抵达前，我们的时代便还未离开。”那我其实读到这段的时候，我一直就是想到说，就是如果我们一直承接着，就是比如说客家，或是我们承接着这个文化的使命的时候，那比如说就像阿婆。他永远都会活在我的记忆里面。如果我永远记得他，就像客夜总会一样，如果有人记得你的话，你就永远不会消失，就是客家文化就永远不会消失。很感动哦。哇，所以家下俩团我带大家来思考，係講記得，係講你想愛，如果你願意去傳遞下去，它就一直存在耶。好，該得陣呢，我想推薦乜嘅書？好，100年的孤寂後。那这是就是马奎斯的一个作品。那其实对我来说，其实他最推荐的原因是，我觉得在里面他的人的情感的连结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然后很复杂的东西、很魔幻的东西，是我一直对于现在我想要接触的议题、想要尝试的处理的方式。那其实对我来说，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不是最关键的，但是我们那时候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讨论到一句，他说因为里面讲一个马匡多的城市嘛，他说那时候很多事情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名字，那你必须要指那个东西，比方用手指出来，那个指出来没有名字这件事情，其实是我在文学创作上面比较好奇的东西，就是我想要去指出一些我用文字写不出来的东西，然后不管是情感，不管是我不能理解的一些事物。我想要用作品的那个手指去把它指出来，这是这本书对我来说比较有比较大影响的理由。哇，木鱼三英推荐都让你的作品真是息息相关了。所以你平常是好通嘛？改作品，你喜欢往哪一个方向走？你呈现出来的自然会汇聚你生命的脉络。而且木鱼三英，现在你们有没有计划为了想要有乜嘅挑战？免去。你讲写文章，繼續你要出書冇一樣嘅，你可能平常是當什麼的類型嘅作品？係用熱情啊，當然係出書。冇啦，就係平常時係有寫法有機會，就會多參加本自家有較多的經驗，沒有自家就是履歷上的比較好看嘛。有想去達到乜嘅目標，也講緊推薦書就講到性別嘅平權，係講五星主義來講嗬，唔想達到我嘅理想。我知道唔係都講我達到買理想，係我自家係什麼嘅，我就有我嘅權利講我自家企出來，本睇人看到，你睇自家咩係什麼，一天地嗰種感覺，安尼。好，加油，繼續寫就錯嘅。嘅用泉呢，你自己平常是研究客家詩哦，接下來你現在正在讀書嘛？那有沒有集結成作品的一個計劃？其實有。那因為我們的畢業的需要的論文，其實就是需要出一個完整的集結成冊的詩集，這樣子。對，但是其實我自己在想的時候，因為我自己在書寫的部分比較多元化，那我可能會想要去嘗試更多的東西。對，不過還是以這個詩的題材為主嗎？對，沒錯。哦，剛剛既然講到你研究係這個詩的題材啊，有沒有一些訣竅可以跟如果喜歡寫詩的朋友，讓他們抓到一些要點？抓到一些要點，其實我覺得，情感這種東西很真摯，就是如果你想要把詩如果可以打動你自己的話，我覺得那更能打動別人。如果你自己都覺得就是這個東西是去touch到你自己的，那你才有辦法去touch到別人。所以
很多人在书写的时候，其实都会书写他自己的经验，或是相关的经过心情，因为这个东西才有办法去产生共鸣。那我觉得就是不要去矫揉造作或是什么，就是你去做真实的自己，这样子写出来的东西就会更美好，然后更容易去碰到别人。这是情感面嘛。不过美用英讲哈，诗这个题材呢很难写，因为要很简练，又要表达完全的这个心意啊，所以要怎么样在这简练又要搭配到韵脚、声调，你觉得有哪些诀窍吗？诀窍啊，就是我们老师之前也讲一个，反正就是你就觉得你的诗是不是哪里怪怪的时候，你就开始删，然后你就开始读，你就一直读，然后一直删，什么地方好像可以省略掉，因为诗其实是一个很精炼的语言，你当可以把你觉得都不需要的东西省略到的时候，它的文字就会产生一个非常浓的浓度，对，就可以，就是会更有力道这样。所以要不断的浓缩它，让进发留下来。系安样嘅，开始尽量大家念出来，甚至可以让其他人一起来读吗？让你觉得有经验的人。该在准呢，你也小品文写了，其实我觉得蛮剖析自己的。未来有什么计划？其实我比较想要写的是小说啦，对，然后是一直在努力写一个长篇的小说，那只是现在在重写的阶段，因为我觉得旧版太偏了，所以想要把它的格局再打开一点，所以现在在努力的是多做一点不一样的尝试。那接下来就是还会尽量投一些文学奖，然后就是当练笔，对。哇，所以每三年去关注都没穷用，可是我发觉你们都很投入在你们的创作上面，好好生活都一款没穷用的作品。当然呀，今年改后上文学奖这个奖项又要开始报名了，有没有计划要参加？有，动作哇，继续写出出头诶。每幾年嘅明年可能要看到唔到晒要得獎了。喺像今日節目當中呢，有請三位來分享佢哋嘅創作，裡面有真摯的感情，有不管是虛實的故事，都能夠進入人心哦。不管是簡練或很豐沛的文字，都帶給我們很多的感動哦。再一次感謝三位，謝謝，祝福你們創作靈感全有。今日咪希望所有朋友來收看福氣來咧，大家記得聽林先生嚟做圓同了，希望大家長來了。